美國管制輝達的晶片出口去中國，嚴格咱的檢方說是查出有人透過採購有甲輝達高階晶片的超微電腦公司的 AI 伺服器了後，用不實的資料申報出口，走私去中港澳地區，初步估計這非法得利7500萬。因為這3個人是已經獲檢方依照偽造文書等等的罪嫌，申請羈押進京核准。美國為了阻擋中國發展 AI， 4年前開始啟動輝達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不過，煞有人來冒險，姓尤的男性等等3個人，透過買美國超微電腦公司有輝達高階晶片的 AI 伺服器，涉嫌以假文件，把伺服器的型號等等關鍵資訊改糊掉，擱再出口去中港澳地區。檢方20發動搜索，約談3個人報案，照偽造文書等罪嫌上班。查扣搭載輝達高階晶片之伺服器50台。以及手機、電腦、賬冊、名車與現金900餘萬元，以不實文件向海關申報出口，涉犯刑法偽造文書等罪，指揮海巡署基隆查緝隊就被告3人住居所及相關公司等共12處執行搜索。檢方發現已經有部分高階 AI 伺服器出口去中港澳，估計已經賺7500萬。專家分析，輝達的高階晶片科技有真懸的運算能力，通訓練大型的語言模型，也是使用在軍用電腦，是屬於美國政府嚴格管制的戰略物資。輝達的這個伺服器本身在算力上來講，還是相對是比較強的。那所以呢，中國這邊當然就會想方設法想要來取得。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就會有人可能就是冒着這樣子的一個風險。貿易署回應，針對咱國戰略性高科技的貨物有出口管制的規定，無應該涉入互人要求的交易。違規的人恐驚會犯行政也是刑事法則，呼籲業者避免因為違規影響名譽也是家己的權益，而且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裁。記者綜合報道。